在台南新化有一间豆油工厂，今早起发生一阵意外，就是一个员工呢入去这激豆油桶内面要清豆粕的时阵，可能是使到这发酵了后的气体却混倒伫内面。另外两个为着要甲救跳入去，也随分去。工厂有报警察，也甲这桶仔破开救人，家在送到病院了后，拢恢复喘气。目前劳工局也要调查，也要求这工厂先爱停工。消防队员赶紧将患者急救，连续进行 CPR， 因为3个员工互救到的时阵，拢已经无喘气、心跳。一出代志是因为落落边仔乌色的大卡桶啊，只有开上面的孔而已啊。可能空气比较稀薄。对啊，就是浓度可能还在那。意外是伫初六早起8点外发生的。台南新化这间超过一架子出名的老豆油厂，一个工人入去激豆油桶要清理豆粕，好亲像桶内发酵浓度悬，这个工人昏伫桶内，另外2个人跳落去救，嘛煞昏去。工厂除了随报警，嘛赶紧把桶剪好破，把3个人救出来。那个酱油就酝酿完了，已经发酵完了，已经要清洗。对，要清洗下面那个渣了。厂方他们自主反应很快，他们先用他们的那个声打切割器先行把它造成破坏切口，然后后来用我们接手再把它弄大一点，把人抬出来。3个人互救出来时阵，拢无性命迹象，好在再急救了后，拢有救到转来。不过工厂方面嘛坦白承认，3个员工拢无安全装备，嘛无料到发酵的浓度这么悬，才会致使这个意外。南区这个安全卫生中心甲劳工局派员稽查了后，已经下令停工。花氧气浓度不足所产生的那个灾害，所以那个氧气浓度在人员进去作业之前要先测试，用仪器测试。台南市治安处表示，伫防麻的空间工作时阵，标准流程拢必须爱先用气体侦测器，确认有害气体浓度是毋是有超过悬，所以会追查装备甲工作流程是毋是有疏失，查清楚业者的相关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